大家好，我係 Evan 啦，我係24年考完 DSE 啦，香港係讀完中六考埋 DSE， 跟住就過咗去英國讀大學啦。咁我喺英國咧就係讀Warwick，咁我讀嘅科就係 Econ 同 Politics 啦，啱啱完成咗 Year 2。嗰陣時我就唔使面試嘅，交咗我 DSE 嘅 predicted grade 啦，再加埋我個 personal statement， 都係啲 UCAS 又話要交嘅文件。Warwick 就出翻個 conditional offer 俾我啦，佢哋出俾我好似係數學要5星，跟住 elective 咧就要好似5星5星5。我最尾考完 DSE 咧就數學5星星啦，但係 elective 就係5星5咁樣。DSE 放榜之後就 send 咗個成績俾佢哋啦，但係佢哋一直就等到 A level 放榜嗰陣時先通知我，就我哋決定收你咁樣，跟住就過咗去英國讀書。我嗰陣時都有報 JUPAS 啊，中大嘅 Global Communication 就收咗我嘅。點解最尾會揀咗去英國讀書咧？就係因為一方面就係 Warwick 喺 Econ Politics 都係排名都唔低啦，即係喺英國嚟講排名都算高一間大學啦。香港啦同埋英國我揀嘅科其實係有啲唔同啦。香港就係比較可能傳媒類啊或者 communication 多啲，英國嗰邊就係文科多啲啦。Econ 同 Politics 都係我自己比較有興趣嘅科啦。咁同埋我會覺得英國嘅個環境上面可以即係可能吸收多啲唔同人對經濟啊對政治一啲嘅唔同嘅諗法啦。既然最尾 Warwick 都收咗我嘅，咁就決定去英國讀咯。可能過去英國之前會諗緊可以識到可能唔同 background 啊、唔同國籍嘅人，即係好多元化嘅朋友咁樣啦。但係發現咧，其實自己去識人嘅時候，可能文化上唔係好適應到，即係唔係好識得點樣同英國人啊，或者唔係華人去相處，即係唔係好知點樣去同佢哋開話題啊，或者點樣去變得熟咯。即係可能好多時都係 hi bye friend 咁樣。Hi bye 都花咗一段時間去適應英國嘅生活。我覺得 Warwick 嚟喺就業或者揾工揾 intern 會有好多 support 嘅，即係有時佢哋會有啲 CV 嘅 workshop 啦，跟住都會好多 careers fair 啦，就係俾啲學生去見下唔同 company 即係會有啲公司過嚟擺 booth 咁樣去俾學生問下問題啊。唔同科佢哋都會間唔時搞啲 talk 咁樣，即係俾學生知道，如果我想例如入 finance 或者入 banking 咁樣，咁大概一個點樣嘅環境咧，亦都會揾啲校友翻嚟去做下啲 sharing 咁樣。我 Year 1係有跟學校宿舍住，Year 2就自己搬咗出去，即係同 friend 咁樣出去租出面啲 accommodation。對我嚟講，可能兩個比較重要嘅考慮嘅因素，一個就係 location 啦，另一個就係租金。Warwick 對 Year 2或者打後嘅學生都有話提供嘅校內嘅宿舍，但係咧因為學校宿舍就比起出面個租金都貴唔少啦。如果我跟 Warwick 住咧，可能一個星期要交200幾磅租金，但係如果我喺出面自己揾地方住嘅話，可能 average 一個星期都係可能160到180磅，所以我覺得租金係最主要嘅考慮嘅原因咯。有聽過身邊嘅啲朋友，即係可能佢哋自己出去租屋住啦，試過突然間會冇電冇水，或者可能例如洗衣機壞咗咁樣。如果你住學校宿舍，咁你會可以揾到啲 staff 去幫手噶嘛。咁佢哋通常可能都好快搞。如果你自己住，咁可能你一係就係我要自己聯絡翻個主去處理啦，或者我要自己諗辦法處理啦。咁變咗好多嘢要自己去處理翻。Warwick 有個 fun fact 嘅，可能大家有時報英國大學會聽過可能有啲大學宿舍會有 canteen 啊，即係可以去 canteen 咁樣食飯。但係 Warwick 咧接近係冇 canteen 咁滯嘅，即係佢可能圖書館可能有一兩間，或者 campus 會有一兩間 cafe 啦，但係佢通常可能晏晝3、4點就收鋪。學生可能好多時都係嗌外賣啦，一係你就要自己煮咯。當然嗌外賣嘅成本就會高好多。即係如果你去 Warwick 讀書嘅話，深考係會迫使你要學習自己煮嘢食啦，即係煮飯俾自己。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幫到自己去獨立成長咁樣嘅一個地方。我哋 campus 附近大概可能行10到15分鐘就有間好大嘅 Tesco， 佢嗰間 Tesco 都係 serve 附近啲民居啊咁樣，所以通常啲學生就會去嗰頭買餸多咯。如果你係讀 DSE 跟住報英國大學，因為 DSE 咁你要考6到7科啦，你有主科同埋 elective 啊嘛。DSE 學生要即係花多啲時間去考好啲 elective 咯，即係考好啲選修科。因為英國嘅大學好多時會睇中文啦，佢亦都唔會睇公社科啦。咁你得翻英文數學，咁但係英文好多時有部分大學就唔會 consider 啦。即係如果想經 DSE 入到英國嘅大學，選修科就真係要花多啲時間同心機去考好。